方面咧，佢個強項就係急救做手術，解剖啊、藥理嗰方面。但係喺營養啊，或者一啲慢性退化病咧，就係佢哋嘅弱點。你有冇聽過糖尿病醫得好啊？係咪喺西醫個角度嚟講？有冇講濕疹啊、自體免疫疾病啊、類風濕關節炎醫得到啊？未有。你問任何一個醫生，問任何一個西醫都話，冇一隻藥，冇一隻西藥係提升免疫力嘅，冇一隻西藥係令到一個病人嗰個免疫系統啊，嗰個壽命會增長。所以其實最重點，我嗰陣時喺診所就幫好多朋友、幫好多病人解決啲問題咯。咁而我個醫病人嗰個操守啊，或者個理念咧，就係盡快醫好病人。點解咧？因為如果慢慢拖啊，或者係做得唔好啊，咁其實個病人都會離開㗎，係嘛？而且帶住一個負面、一個唔好嘅口碑離開先。咁啊，點解我唔盡力去更加幫得好呢個病人，盡快醫好咧？可能醫好咗之後，佢更加可能帶嚟其他唔同嘅朋友，有需要嘅朋友揾我咯。咁但係亦都喺香港嚟講，開一間診所，亦都係一個好大挑戰。點解啊？大家都知啦，租金貴比大陸嚟講都係好高。但係而且另外就開支好大啦，燈油火蠟嗰方面。咁所以每個月都要面對呢啲挑戰或者壓力啦。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麻煩嘅。咁亦都我頭先講咗啦，我醫好咗個病人，咁有冇繼續有呢個病人嘅收入啊？冇㗎咯喎，停㗎咯喎，啱唔啱啊？要繼續揾另外第二個話可能新病人喎。咁所以其實長遠嚟計咧，都係一個手停口停嘅收入。所有專業人士，包括律師、醫生、護士、會計師，總之靠自己嘅知識同埋時間賺錢嘅人咧，都係手停口停嘅收入。可能另外一啲係勞動啊，或者係都係一樣嘅啫。總之係靠雙手啊，或者係靠自己嘅知識賺錢，都係手停口停。咁所以我就嚟緊諗，一定要揾一啲長遠而有發展空間或者係管道收入嘅生意平台。咁我2020年我就接觸到愛健康呢個生意啦。咁其實我就睇到一個產品好重要啦，大家都知啦，係咪？咁我其實2017年之前嗰陣時咧，我已經接觸呢一類嘅產品㗎啦。咁所以我就已經知道產品一定有得幫到人先，第一件事。第二係咪有冇市場咧？係嘛？賣粟米都幫到人啦，係咪？賣粟米，但係有冇賺錢嘅空間咧？市場。咁所以但係 NMN 咧，我就睇到一定有市場，而且係必須嘅營養素。但係當然啦，亦都了解咗呢個生意嘅背後嘅公司啦。頭先講咗啦，金輝所介紹咗，我唔多講。咁我就睇到一個好大嘅發展空間。咁亦都好幸運，我亦都證明咗當時嘅眼光、當時嘅決定好正確嘅。咁呢5年幾，而家踏入第6年啦。咁亦都係睇到呢個生意俾到我一個好嘅管道收入。舉個例。我喺前年因為坐骨神經痛坐得多，咁3月份嗰陣時有3個禮拜係做唔到嘢嘅，3個禮拜。點解咧？成隻右腳咧係麻痹痛啊，右腳啊，企又唔得，坐又唔得，只有係放鬆嘅人瞓喺度。好啦，如果我以前開診所會點啊？冇錢，手停口停，係咪啊？唔知我點樣睇症啊？我冇辦法㗎，亦都集中唔到精神，做唔到嘢。咁即係話，我想帶出個重點咩咧？當我冇能力賺錢嗰時，背後有呢個機會，有呢個咁嘅平台可以支援到我，同埋可以俾到我更加多嘅保障咯。而且當月咧係冇個收入係冇少到嘅，係反而增加嘅，反而增加。咁所以呢個就深深體會到，原來當我冇能力賺錢嘅時候咧，反而更加大嘅保障。好啦，咁講翻轉頭就，咁其實我哋發展呢個生意帶嚟咩？對成個社會、對個國家有咩好處咧？因為喺以往我喺開診所嘅時候咧，面對好多病人，其中一啲病人咧有抑鬱症，都唔少嘅。咁再追查翻點解佢有抑鬱咧？
其實原來就係經濟壓力。你諗下，日諗夜諗個經濟問題，夜晚瞓唔到，日頭又愁，係咪啊？咁你會唔會屈出啲病咧？係啦，啱嘛？當你屈出個病就好，再加埋壓力，咪好多自體免疫疾病咯。好多甚至乎嚴重嚟講癌症咯。啱唔啱啊？咁所以其實歸根究底，再追查嘅時候，原來如果幫到呢個人喺經濟方面解決有幫助嘅，其實後邊嗰啲問題就唔會發生。係咪啊？你諗下，孫中山先生佢其實都讀醫嘅喎，喺香港讀香港大學讀醫喎。魯迅咧，魯迅都係讀醫嘅喎。咁其實點解會選擇另外一條路咧？其實可能解決其他問題更加幫到更加多。冇錯，啱唔啱啊？咁所以我就睇到呢樣嘢，同埋一樣就話我哋呢間公司無論喺產品同埋一個商機嗰度，都解決到兩個重點。第一，健康問題。因為好多時就話有啲病好難逆轉嘅，中咗風可唔可以逆轉咧？有機會我哋嘅產品，但係大部分好難逆轉，亦都有創傷。咁啊，第二嘅經濟亦都幫助好多家庭。今時今日大家都知啦，中國外資走咗，係咪啊？外資撤資，好多倒閉，飲食業，大學生出嚟畢咗業出嚟做跑腿，失業，做美團，點解啊？佢哋唔想㗎，係咪啊？